哦上吃饱边，你里吃嘛？哦上哎，这个是的啊，这个是的啊，这个啊，咱这个是的。你里吃饱子嘛？传统们得比嘛他，吃人们得干嘛他？是不是有是跟你干没领教？日子空个老子过可以，还是民国老子过，西八节不军国老子过。说一个嘛呢，还吧不就嘛子，我觉得可破嘛呢，民就太可怜嘛呢。那个是的，还是吃饭去，我也是跟一个民，是跟一个民调，我吃了就容易嘛，跟一个调。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，这个地里吃吧子里么，传统么得比里他，吃了么得干里他。西边去六是跟你干没领教，日子空个老子过可以，还是民国老子过，西八节不军国老子过。说一个么哩呢，还吧不觉得是老觉得个破哩呢，没就太苦的哩呢。有的民就说他了，不是讲就得说他们了。我吃着就容易嘛，跟一困觉，是吃饭就我是跟一困觉。那个这个时代，怕是比嘛人子嘛，怕是咱那日嘛人干嘛人的日本的。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时代的，这个是这个按那谁一来说，十来度一来说，30度等子嘛，我不得西半个个来说。那个时代的我吃了我的得服我分买服我要我的，可我们里头好家里的样子吃过还是开过的，后面什么啥好啥好。